来关心中华消息，中华有一个派遣工过小姐，伊指控讲，伊上班的时候被芳盯到规只手拢肿起来，佮发红，佮出现的芳秀英的情形。医生讲，若无赶紧开刀强行爱锯掉，会惊。伊指控讲，出代志了，公司拢无咧关心，2万外块医药费用嘛无及时予伊，佮将伊踢出工作的群组。这间公司嘛出面回应讲啊，拢有伫甲关心有甲慰问，医药费的部分只要有收据，公司一定会负责处理。 这里如果没有把它挖掉，没有手术挖掉的话，严重的话就是会截肢了。郭小姐倒边的伤痕红红的，搁肿起来，伊得着芳秀英爱开刀清创，会变做安尼，拢是因为伊上班的时互芳盯到，手会没有力气，会抽筋到说我会起来哭。 原本是一个红点，结果因为身体过敏变真大的空喙，逐工拢爱去病院。伊做临时工无法度上班，互伊搁较切心的是，受伤了后公司无甲关心，无互伊医药费，搁甲踢出分配工课群组。退我群组嘛，他是说没有之前的医药费到目前都是我付的，然后到后来我去劳工局申诉以后，他才出来说好，他们要负责全部的医药费。 郭小姐的公司解说讲会该关心。医院看他，像目前一直都付他的薪水。郭小姐的服务单位讲会协助处理，都会持续表达关心跟慰问，然后甚至于我们也会要求立府去从宽处理，甚至于提出就是要求立府要针对这个该员的受伤的状况呢，提出必要的协助。是安怎甲伊踢出群组？服务单位讲有互分配工课的人，才会伫群组内底。郭小姐无法度做工课，才甲移除。劳工处嘛已经介入调查。职灾的部分是有缺失哈，那医疗费没有立即给付的部分哈，那另外在劳动检查过程中也发现那的确有超时的。 劳工处强调，员工只要伫做工课时阵受伤，拢是职业灾害，头家拢要先负担医药费。搁加上做工课超过时间的部分，行政处分上悬会使罚到200万。